招吧！阿弥陀佛！你毁了六脉神剑的剑谱，苦荣大师何必如此冲动？小僧实在过意不去。好在这套六脉神剑，没有人可以练成的，所以毁与不毁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告辞了。我吐蕃国主久仰保定帝风范，给予一剑，请尊驾屈就，赴吐蕃国一叙。他从前是保定帝，现在以避位为僧，法名本臣。本臣既然吐蕃国国主要见你，去也好。是。快放开我伯父！你是谁？你别问我是谁，先放开我伯父再说。放开他！伯父，小僧一直以为大理段氏一专祖学，殊不知段家的后辈英贤却去结交星宿海的人，学化工大法。奇怪呀，奇怪呀！久仰吐蕃国师睿智过人，见识非凡。那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，卑鄙无耻。我段氏子弟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吐蕃国师，你远来是客，天龙寺以礼相待，你却胆敢冒犯我伯父。哼，我们不过瞧你是出家人，才处处容让，你却反而更加蛮横起来。出家人当中，哪有像国师这么不守清规的？高明，高明。告辞了。六脉神剑。小心！伯父，伯父！玉儿！少年多磨难，未必是件坏事。阿弥陀佛！国师回来了！快上马，分两路走，快！是。去，走！小子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只是想活动活动筋骨罢了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。等我拿你祭奠慕容先生的时候，你怕不怕？
不是杀生，我是为你好。嗯，哼哼。大师，我要出宫。哦，小心呐，小子！我只解开了你一处穴道，你施展不了任何功夫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别往他身上倒油啊！大师，别呀！大师，干什么？大师，你这样对大公子做什么？阿碧姑娘，没你什么事，赶紧闪开！不行，闪开！不行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说过了，烧你，祭奠慕容先生的亡魂。大师，我家公子就快回来了，你在这里杀了人，公子回来会怪罪我们的。姑娘，我这不是杀人，是祭拜，祭拜你们家的慕容老爷。不过，既然慕容公子就快回来了，老衲不妨再等一等，反正早晚都是要祭拜的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快放了段公子吧！你快放了他吧！阿碧姑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干净的衣服让我换一换？你看我全身都是脏脏的，大大有失我的风雅。你这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什么风雅不风雅？你还是快想想怎么保住这条小命吧。请。阿碧呀，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？阿弥陀佛，小僧鸠摩智是慕容博先生的故人。敢问老施主尊姓大名？是慕容博先生的亲戚还是朋友啊？我是公子爷的老仆，哪有什么尊姓大名啊？大师傅是老爷的故人，慕容老爷已经死去多年，这时候你找他有什么吩咐啊？我的事要见到慕容复公子后当面奉告。那可不巧，我们家的公子爷出远门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请问慕容复公子去了何处啊？是啊，公子爷去哪儿来着？是西夏？不是。辽国？也不是。吐蕃？不是。大理？也不是。老施主，麻烦你老人家带我去慕容博先生的墓前一拜，以尽故人之情。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。这样吧，我去请老太太来拿个主意吧。老太太？慕容老太太呀，是我们家老爷的叔母。老爷的朋友们来到都要向他磕头行礼。如今公子爷不在家，什么事儿都得请示老太太。如此甚好啊，请你向老太太禀告，就说吐蕃国的鸠摩智
向老夫人请安。哎，如今这年头啊，世上什么样的坏人都有，假扮个和尚道士，便想来化缘骗人啊！哎，我老头什么没见过呀？嘿嘿，我才不上这个当呢，我不会上这个当的。奇怪，好香啊！大师啊，你可不要生气啊！老黄渤是个老糊涂，乱说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奇怪，这老人身上怎么这么香啊？和婉妹身上的香味还有些相似。莫非这人竟是个女子装扮的？哼！好啊，这回又扮起老夫人来了。阿碧呀，我眼神不好，是你老爷的朋友来了吗？怎么不向我磕头啊？快磕头啊！你磕头，太夫人就高兴了，什么事都能答应。小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他给我磕头了没有？快磕呀！老夫人，小僧鸠摩智给您老人家行礼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如今这世上奸诈的人很多，老实的人很少。就是磕一个头，有些坏胚子也要装神弄鬼。明明没有磕头，却故意的弄出咚咚的声音来，欺负我老太太瞧不见。听说你要去瞧我侄儿的坟墓，是想去偷什么宝贝呀？小僧曾与生前的慕容先生有约，要取得大理段氏六脉神剑的剑谱送与慕容先生。此约如不见，小僧心中有愧呀。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单就为这一件事，以我老太太看来，恐怕没这么简单吧？老夫人明鉴。当年慕容博先生与小僧约定，只要小僧取得六脉神剑的剑谱送与慕容先生，他就答应我，在尊府的环师水阁中看几天书。这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小僧已经带来了，所以斗胆要依照旧约，到尊府的环师水阁中去观看图书。我家老爷已经故世，大师的约定嘛，一来口说无凭，二来大师带来这本剑谱，我们这里也没人看得懂。什么剑谱？在哪里？先拿来给我瞧一瞧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位段公子的心里记着六脉神剑的全套剑谱，我带他人来，就如同带来剑谱一样。我还以为真有什么剑谱，原来大师您是在说笑啊！小僧没有说笑。这六脉神剑的原本剑谱，已在大理国的天龙寺中被枯荣大师所毁。不过幸好，段公子倒是原原本本记得。段公子记得是段公子的事，就算是去环师水阁看书，也应当请段公子去，和大师您又有何关系呢？所以小僧要履行与慕容先生的约定，先把段公子拉出去烧了，以祭故人。走。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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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能烧了呢？贫僧要烧就烧，有何不能？大
大师说段公子心中记得全部六脉神剑的剑谱，看来都是胡说。这六脉神剑是多厉害的功夫啊！段公子如果真的会用这路剑法，又怎么会任你摆布呢？姑娘说的有道理。可惜他现在被我点中了穴道，内力使不出来。那我就更不相信了。请你解开段公子的穴道，让他施展六脉神剑看看。我看是你在撒谎。也好，既然慕容老夫人想看，那就看看吧。段公子，慕容老夫人不相信你已练会六脉神剑，请你一试身手，像我一样把那株树枝折下来。我什么武功都不会啊，更不会什么七脉神剑、八脉神刀的。人家好端端一株树，你干嘛毁了它？段公子何必太谦虚？大理段氏高手中，属你武功第一，而姑苏慕容家精通天下武功，你施展几手，请慕容老夫人指点指点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哼，大师。你一路上把我东拖西拉的带到江南，我本来不想再多跟你说一句话，但是见到几位神仙般的姐姐，我心中的气也消了。干脆我们一刀两断，谁也不用理谁了。段公子真的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岂不是让人误解贫僧是在说假话吗？你本来就是信口开河嘛！你既然与慕容先生有约，干嘛不早点来大理取剑谱？却要等到慕容先生去世多年之后，死无对证，才到慕容家来吵闹不休。我看你呢，是羡慕姑苏慕容家武功高强，捏造了一派谎言，想骗老太太，让你到环石水阁中去读月，然后你去偷慕容家的武功，学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的功夫。哼！倘若你这番话能骗得到姑苏慕容家，那慕容家还混什么呀？唉，我说大和尚，你不好好在吐蕃国做你的国师，何必大老远跑到江南来骗人呢？贫僧不向公子逞口舌之利。公子倘若真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那就别怪小僧无礼了。你早就无礼过了，还有什么更无礼的？大不了一刀把我给杀了，反正我是不会还手的。杀了我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看你居然自称是佛门高僧，哼，真是浪得虚名啊！少说废话。那就看掌刀吧！公子真的宁可送了性命，也不肯出手。大和尚，你真是认死理啊！我根本就什么都不会，你叫我怎么出手啊？好，那我就先杀了慕容府上的一个小丫头。看你还出不出手！天下竟然还有16、17岁的老夫人，你到底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这六脉神剑果然好厉害，难怪当年慕容先生那么羡慕。阿朱、阿碧两位姐姐，你们快走啊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走，进来！阿朱、阿碧，你们快走！死到临头，自身难保，居然还有怜香惜玉之心。你这位姑娘也不必再装神弄鬼了。府上之事到底由谁来做主？啊？
他拉到慕容先生墓前烧了。慕容先生地下有知，自会明白，老友不负当年之约。好了，大和尚的话我们信了，只是老爷的坟墓离这里有1日水程之远。今天天色已晚，明日一早，我亲自送大和尚和段公子去扫墓。有这样的山川，才有这样的人物；有这样的人物，才能做出这么清雅的菜肴。那你猜猜，这些菜是我做的呢，还是阿碧做的？大师，请。这樱桃火腿、梅花糟鸭、焦红芬芳，想必一定是阿朱姐姐做的。这荷叶冬笋汤、翡翠鱼圆、碧绿清新，想必是阿碧姐姐做的。你这张嘴啊，真是会哄人。真是人间美味啊！此时此景，就求有乐曲助兴了。只要公子不怕难听，我就献丑了。段公子，你快过来看看，认不认识这是什么琴？好啊。大师请。这九弦琴，哼，我倒是头一次见到。大和尚，慢慢吃吧。绿水有青青，青青有的美，照见那个白纱裙。荷叶有飘飘，飘飘有的美，像指尖那颗莲心。还没动情动心啊，你的悲欢喜忧惹人听，花一样年华呀，水一样流走，让你的容颜长留在梦境，只愿没人爱打断。阿朱姐姐，我那集真没出息。段公子应该睡着了，你就在船上解吧。这怎么行？这两位姐姐真是有趣极了，我倒要听听她们该怎么办。那就靠岸停船吧。说我那集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那我可没办法了。公子休息好了吗？舒服极了。公子有话只管说。不过刚才茶水喝多了，不知道姑娘方不方便停船靠岸？我想解手。怎么了？我说错话了是不是？不，公子别多心，人有三急嘛。
我这就找地方给你靠岸。有劳姑娘了。离这儿最近的就是曼陀山庄了，也只好去那儿了。段公子，这里就是曼陀山庄了。这里是我们一处姓王的亲戚家，只是这里的主人王夫人脾气很古怪，不愿见到男人。公子一解完手就得马上上船，千万不要惹麻烦。阿朱姐姐，咱们去那边吧。表哥现在在哪里？他还好吗？公子现在就在加州，说是不久要到洛阳，去会丐帮的高手，试一试自己最近新领悟的打狗棒法。姑娘请放心，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是丐帮的不传之秘，哪会那么容易就让表哥自己领悟出来呢？公子说打狗棒法的心法既是人创出来的，为什么他就想不出来呢？有了棒法，再加上心法，应该不是件难事的。就算能创出来，只怕也是10年8年的事，哪有几个月速成的？你们看到表哥练棒法了吗？我们公子使的这路棒法，从头至尾都如行云流水一般。什么？他使得很快？是啊。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打狗棒法的心法我虽然不知，但从棒法中看出，有几路肯定是越慢越好，有几路却要忽快忽慢，慢中有快，快中有慢。他这样一味求快，若是跟丐帮中的高手碰面，只怕不能让表哥这样去丐帮啊。王姑娘也不必太担心，这次公子去丐帮，是因为丐帮冤枉他，害死了他们的马副帮主。公子只为澄清这件事，或许不一定会跟丐帮的人动手。不管怎样，你一定转告我表哥，让他临行之前来见我一面。我在大理听人说到姑苏慕容无不敬，但听这位姑娘说来，似乎慕容公子的武艺尚需由他指点。难道这样一个年轻女子，竟有这么大的本领？他是谁？怎么会有男人在这里？段公子两位姐姐，我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？公子不必担心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吧，免得撞见王夫人。不好啊！怎么了？我们走不了了啊！怎么办？夫人，夫人，阿朱、阿碧，你们两个来这儿干嘛？慕容复这小子就是不学好，教出来的下人也鬼鬼祟祟的。回禀舅太太的话，我们是被敌人追逐，路过满头山庄，我家公子全然不知，这事与我家公子无关。哼，少跟我花言巧语。哪儿来的臭男人啊？竟敢踏上曼陀山庄！难道没有听说任何不请自来的男子都要被我剁了双脚做花肥吗？在下段誉，避难经贵宝庄，并非有意擅闯，请夫人恕罪。哦，你姓段？正是。此人如此无礼，待会儿先割了他的双脚，挖了他的眼睛，再割了他的舌头。啊！
走，这不，夫人，夫人，我小诗，夫人，这4盆满月山茶来的不易，要好好照料。是。湖中风大，这些花在船里放了好几天，又不见日头，你们一定要拿到日头里去晒晒，多放点花肥。是。你笑什么？哦，我笑你呢，不懂山茶，偏偏要种山茶。这样的佳品落在你的手中，唉，真是可惜呀，可惜。我不懂山茶，难道你就懂了？本庄名叫曼陀山庄，庄内庄外种的都是曼陀罗花。我不懂山茶，庸脂俗粉，自然粗生粗长。这4盆白茶是倾城之色。哼，你这个外行种的活的话，我就不姓段。那你说我这4盆白茶有什么不同？要怎么才能种好呢？你若要请教，应该有请教的礼数。如果是威逼拷打，你剁了我双脚再问也不迟啊。剁了你的双脚又有何难？小诗，先将他的左足剁了，送到花肥房里做花肥。舅太太，万万不可！这个人倔强之极，你要是这样逼他，他宁死也不会说的。那就算了。那就对了，你要好好待我。等本公子心情好了，我倒可以考虑教你如何种好这些花。你胡吹什么呀？我这4盆白茶，它到底有什么名贵之处？你且说来听听。如果你说对了，我再好好待你也不迟啊。王夫人，你说这4盆白茶都叫做满月，压根儿就错了。哦，你连花都不识，怎么说得上养花呢？告诉你吧，这盆叫做红妆素果，这盆叫做抓破美人脸。抓破美人脸，嗨，这名字好古怪呀！哎，是哪一盆呢？啊？你要想请教，要有礼数才行啊。好，小诗，立刻吩咐厨房设宴在云锦楼款待公子。是。请。都说大理的段氏是武林世家，那公子为什么不练武功呢？大理姓段的人很多，只有皇家子弟才习武，像我这样的寻常百姓是不会武功的。哦，公子只是寻常百姓。是啊。那你认不认识大理几位姓段的皇室？不认识。刚才呢，听公子给我介绍茶花的品种，令我茅塞顿开。我这4盆白色山茶，苏州城的花匠呢叫做满月，而公子却说呢，一盆叫做红妆素果，一盆叫做抓破美人脸。你能告诉我，这如何分别？那盆大白花唯有隐隐黑斑的，叫做满月，那些黑斑便是月中的桂枝。另外那盆大白花，有2个橄榄核般的黑斑，叫雅妹。这名字取得好啊！这花瓣上有撒红斑的，叫红妆素果；花瓣上有一抹绿晕、一丝红条的，叫抓破美人脸。但如果红丝多了，就不叫抓破美人脸了，那叫倚兰娇。哼，夫人您想一想，是美人自当娴静优雅。若满脸都抓破了，这美人老是与人打架，哼，还有什么美可言呢？你是在讥讽我吗？不敢，不知道什么地方冒犯了夫人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从今以后，就让他在这山庄给我浇花施肥，终生都不得离开。是。啊，夫人，夫人。
这里种茶花，最合适不过。表哥，你好久没有到我们山庄来看我了，你还好吗？还好。对了，你让阿朱传话给我，有什么事啊？表哥，你最近在做什么？也没做什么。阿朱都告诉我了，你何苦瞒着我呢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又何苦问我呀？你在练丐帮的武功是吗？一定练得很辛苦吧？为了祖宗的基业，做什么都值得。可是丐帮的武功不能一味的求快，要时快时慢，要……我知道怎么做。好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要是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别走啊，表哥！表哥！小姐，别难过了。谁在这儿种花呀？哦，回小姐，是小生奉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的。你是谁呀？神仙姐姐，我想你想的好苦啊。弟子段誉拜见师傅。你干什么？小姐，他是阿朱带来的那个书呆子，他说会种茶花，夫人就信了他的胡说八道。你这个呆子，谁让你姐姐妹妹乱叫的？你怎么叫我神仙姐姐呀？我不叫你神仙姐姐，那我叫你什么呀？我姓王，你就叫我王姑娘吧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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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姓王的姑娘千千万万，像姑娘这样的天仙，不叫你神仙姐姐，叫你王仙子。这话好像有点俗气啊。哎，叫你曼陀公主，也不好。大宋、大理、辽国、吐蕃、西夏，哪一国没有公主啊？哪一个可以跟你相比啊？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美还是不美。在这曼陀山庄之中，除了我和我娘之外，都是婢女和仆佣，他们只当我是小姐，谁还来管我是美还是丑？那外面的人呢？什么外面人啊？你到外面去，别人看到你这样天仙般的美女，难道不惊喜赞叹、顶礼膜拜吗？可是我从来不到外面去，娘也不让我出去。就算去姑妈的环师水阁看书，也碰不到什么外人，不过是我表哥的几个朋友。可是他们也不像你这么傻里傻气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可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哎，刚才那一位就是慕容公子吗？是啊，他就是我表哥慕容复。听说他在武林中名气很大。哎，你听说过吗？难道慕容公子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美吗？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是谈论武功秘籍，就是谈论国家大事。可是我讨厌武功，只是为了迎合他，才强迫自己读了好多武功的书籍。其实我对这些根本就没兴趣。太好了，我也讨厌武功。我父亲和我伯父
老是叫我学武功，可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，宁可偷偷的溜出来。其实，你肯为你表哥读那么多的武功书籍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自从我姑丈去世后，我娘和姑妈闹翻了，她连表哥也不让来，我们只能偷偷的见面。可是难得见一面，她还是想着那些武功秘籍和国家大事。那你父亲呢？我还没出生，他就去世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一面。你姑妈是你父亲的姐姐，你姑丈是你姑妈的丈夫，他就是你姑妈的儿子。对呀，我是我娘的女儿，他是我的表哥。瞧你这人傻里傻气的，净说些没用的废话。好了，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太久了，我走了。哎。娘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要是跟慕容家有关，我可不听。娘，你这次准备怎么处罚阿朱和阿碧啊？哦，是那两个小妮子，他们在慕容家待久了，真是学得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竟敢带一个陌生的男子到咱们庄上，看我不斩了他们的双手！娘，阿朱阿碧他们真的是事出有因，绝对不是故意冒犯，您就饶了他们吧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？哦，你是怕我斩了他们的双手，你的表哥从此不再理你了是吗？可我这次偏不想让他再理你了。娘，他可是你的亲外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恨他呢？就算是姑妈得罪了你，你也不用恨表哥啊。好了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娘，我求你饶了阿朱阿碧他们，命他们以后无论如何不许再来就是了。好了，我已经决定的事情，再求也没用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恨姑妈，为什么讨厌表哥。王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娘说为了你的事儿要剁掉阿碧阿朱的手啊！什么？我怎么劝也没用。那该怎么办呀？王姑娘，求求你，赶紧想想办法呀！娘不答应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他本来就是和我表哥作对，这次我表哥去和丐帮比试，说不定会有危险。我本来还想请我娘去帮他，可是现在看来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慕容公子有危难，哎，你懂那么多的武功，你怎么不去帮他呀？我只是读的书籍多一些，自己却不会用。再说，我怎么出得去啊？我娘是绝对不许的。哎，那就偷偷溜出去啊，不要让你娘知道。就像我，就是偷偷背着家人溜出来的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好，咱们先把阿朱和阿碧救出来，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去找表哥。
哟，是小姐来了，请进吧。严妈妈，我娘让我过来，把阿朱、阿碧他们带走。说有话要问他们。是吗？哼，那好啊，小姐，你先来帮我把他们两个捆绑起来，再带走。来，给你绳子。严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王夫人早就说过，要杀了这两个丫头做花肥，怎么会改变主意呢？小姐，你太小看我严妈妈了啊！你是谁？段公子，你别管我是谁，先放王姑娘。哎呀，你，哎呦！臭小子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放手！先放了阿朱、阿碧。是啊，哦。段公子，你怎么会使吸星大法这样污秽的武功啊？这是我们家传的六阳融血功，和吸星大法完全是不同的。正所谓一正一邪，一善一恶，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快，我们走，走，快走走。我们该去哪儿啊？去找表哥？对，我们去找公子。段公子，那你呢？我愿意一路上保护三位姐姐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先回我的住所清香水榭，再去找公子。阿朱姑娘，怎么了？不对呀，我家外面怎么停了这么多船？谁来了？进去看看。你说，慕容家在耍什么花样？只剩下一座空房子，连个鬼影都看不见。我看他一定是怕了咱们，找了个龟洞躲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在这耗了，也要把这龟孙耗出来。走，我们进去。你们是谁？到这里干什么？我是这儿的主人，你说我来这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，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你是这里的主人，好极了！你是慕容家的小姐。我只不过是个丫鬟，怎么会有福气做小姐呢？阁下是谁，还没有告诉我呢。去请你们家主人出来。我们家少主人出门去了，阁下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了。在下云州秦家寨寨主姚伯当。久仰久仰。你一个小小的姑娘，久仰我什么？云州群家寨最出名的武功是五虎断门刀。当年秦公望前辈自创着刀法64招，后人忘了5招，只有59招传了下来。请问姚寨主，你学的是第几招啊？我秦家寨五虎断门刀本有64招，你怎么知道？书上就是这样写的，多半没错吧？缺了的5招是白虎跳涧、一笑风生、简扑自如、雄霸群山。那第5招嘛，便是福相圣师，对不对？本门刀法中有5招是最精要的，已经失传多年，我连这5招的招数都不知道，你这小女子怎么知道？秦家寨五虎断门刀少的那5招，
姚寨主贵人事忙，想必已记不起来了。这位姑娘，你跟慕容博老先生如何称呼？慕容老爷是我姑丈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姑娘武学渊源，在下来历，不妨请姑娘猜一猜吧。那你显下身手吧，单凭这几句话，我可猜不出来。不错。这是雷公轰，想必阁下擅长于轻功和暗器。雷公轰乃是四川青城山青城派的独门兵刃，青字9打，橙字18破，奇诡难测。阁下可是复姓司马？姑苏慕容氏武学渊博无比，果真名不虚传。在下司马林，请问姑娘，青字是否真有9打，橙字真有18破？你这话问得好，我以为青字称10打较妥，因为铁菩提和铁莲子外形虽似，用法截然不同，可不能混为一谈。至于橙字的18破，那破牌、破盾、破甲3招无什么特异之处，像是故意拿来凑成18数，称为15破，反而更精要。好了，该试的都试过了，到底来做什么？可以说了吧？我们自然是有要事，一定要见慕容家的主人。倘若慕容公子不在，我们就在此等下去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儿等？是包三哥吗？非也，非也，不是包三哥。还不是包三哥，人没到，非也非也就先到了。什么非也非也，装神弄鬼！赶快给我滚出来！包三哥，你来的真及时，这些家伙擅闯阿朱姐姐家，我们正发愁怎么对付他们呢。青城派司马林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，也好让我……就凭你们俩，也配来问我的名字？没听见王姑娘说的话吗？这是我阿朱妹妹的庄子，你们凭什么闯进来？姓包的，算你厉害，妖魔自知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我今天来是为我师弟之死讨个公道，他到底是不是死在慕容家的手下，还望包先生给个交代。包三先生，我司马林今日到此，不为别的，就想问一句话：我父亲到底是不是慕容家所杀？笑话！就凭你们几块料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，也配来质问我包三爷？按理说，三爷我本该把你们一个个剁碎了喂狗，可又怕弄脏了我阿朱妹妹这听香水系的地皮。算了，趁三爷我还没有发火，赶紧乖乖的给我滚蛋，快滚！走，站住！司马林、姚伯当，你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，不管是你那死鬼老子，还是你那脓包师弟，都不是姑苏慕容家杀的。司马大爷、姚大爷，我姑苏慕容氏与你们素无恩怨，如果是我们杀了你们的人，又怎能留下你们的性命？就是现在，包三哥如果想把你们全杀了，只怕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因此，定是有小人暗中下手杀人嫁祸，还望各位回去仔细查问清楚吧。怎么着？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还赖在这儿不识好歹啊？啊，走！哎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啊，要不要也让他一块滚蛋？啊，这位是大理来的段公子，今天我和阿朱、阿碧都让爷妈妈给捉了，多亏他相救。来，我们干了。干！干！近日里，武林中接连有人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，这一定是哪个王八羔子跟咱们姑苏慕容家过不去，暗下毒手，把这笔账都记在姑苏慕容的名下了。那你觉得
会谁暗中跟咱们过不去呢？第一，不会是少林派，大和尚们绝不会杀他们的自己人。第二，也不可能是丐帮，他们的副帮主马大元最近让人用锁喉功给杀了。锁喉功是马大元的成名绝技，但和少林一样，丐帮也不可能以牺牲他们的副帮主来陷害我们。段兄，你连连点头，想必心中是说包三先生这句话说的有理。非也，非也。第一，我只点了一下头，而不是连连点头。第二，我是指你说的是实情，而不是指包兄你说的有道理。你这也算是啊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吧。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投入我姑苏慕容的麾下呀？啊？哦，你是不是看中了我家阿碧小妹子呀？三哥，你又来胡说了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我接到公子飞鸽传书，丐帮有大批弟子来到江南，多半要跟咱们过不去。风四弟急着打架，抢先赶到无锡跟公子会合去了。我怕丐帮会偷袭这里，所以先回来看看，随后我也要赶去。公子有消息来了。被他抢去了。公子来信说，有大批西夏国一品堂的高手突然出现，不知是敌是友，让我带着阿朱、阿碧两位妹子先去查查。哎，王姑娘，你去不去啊？我当然要去了，可是怎么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和咱们为难呢？这对头越来越多了。有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只要看上几眼，对方的底细就清清楚楚了。等这件事了结之后，我们就赶赴江南，和公子爷会合。真的？那好啊，那咱们走吧。哎呀，只怕王姑娘和我们同去，下次王夫人见到我，非狠狠骂我一顿不可。嘿，你老坐在这儿，我这说话可有多不痛快啊！姓段的，你这就请便吧。我们在这说话，用不着多上你一双耳朵、一张嘴巴；我们去打架，也用不着你在这儿观战喝彩。王姑娘，阿朱、阿碧两位姑娘，在下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段公子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呢？这太湖的水道你又不熟，不如你就在这里借宿一晚，明日再走也不迟嘛。今日走，明日走，反正是都要走的。告辞了。等一下，我让下人送你出湖。不用费心了，你只要借我一条小船，我自己会划出去的。哎，今天来的那个吐蕃和尚不知什么来历，也得查个明白啊。等我们见到表哥以后，一切就清楚了。
哎，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随便来2个菜，1壶酒吧。好嘞。来了，客官，您的酒。哎，您的菜，请您慢用。小二，哎，那位爷的账算我的。好嘞。启禀帮主，对方约定明日一早在惠山凉亭中见面。有点仓促了吧？属下本来跟他们定在3天以后，可是对方好像知道咱们人手不齐，居然话里带刺儿，说是要不敢赴约，明日不去也成。告诉兄弟们，今天晚上3更在惠山聚齐，咱们先到，等他们前来赴约。是。哼！这位朋友，请过来一起喝一杯吧。好啊。不知道兄台尊姓大名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咱们俩先痛痛快快喝他几大碗，等一会儿动起手来，可就没什么交情可讲了。仁兄一定是认错人了，以为我是敌人。不过就痛痛快快这4个字，小弟先敬你一杯。你倒爽快呀！不过你这酒碗小了点儿。酒保，取只大碗，打10斤高粱酒。爷台10斤高粱酒喝得完吗？这位公子请客，不必为他省钱，10斤不够，咱来20斤。是。来了，倒满2碗。好嘞。咱们先喝上10碗，怎么样？好，小弟舍命陪君子。只是待会儿喝醉了，仁兄莫怪。好爽快，来。好酒，干！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酒量不小嘛，有点意思。来，啊，我这个人呢，酒量是因人而异的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我这几天见的人啊，不是扭扭捏捏，就是尖酸刻薄，唯有仁兄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。这一碗，小弟敬你。好一个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再来。
好，再来，来，哈哈哈哈！老师，这算一算，我们喝了有40多碗了。你没喝多，脑子挺清楚的。我们呀，可以说是半斤8两，要分胜负，恐怕是不太容易。不过呢，再喝下去，就怕小弟的酒钱不够了。好，来，咱们这就走，走。哎呀，多谢客官，多谢客官。哎，这位朋友，咱们比比脚力。好啊，来。姑苏慕容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小弟姓段名玉，兄台，你认错人了吧？阁下不是慕容复公子吗？啊，小弟初次来到江南，天天听到慕容公子的大名，可惜一直没有见到。哎，刚才兄台自报姓名，可是姓乔名风？正是，在下乔峰。小弟是大抵人士，初次来到江南，能够结识到像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真是荣幸啊！哦，原来你是大理段氏子弟，到江南来干什么来了？这个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那就慢慢说啊。走，段兄弟酒量好，为人也十分爽快，处处透着一股侠气。乔某识人无数，但真让乔某佩服的还真没有几个。哎，兄弟，我想与你结为金兰，你看怎么样？小弟求之不得。我乔峰，我段誉，今日一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哥，贤弟。大哥，刚才小弟在松鹤楼听到，大哥今晚跟别人定下了约会。小弟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也想去看看热闹，不知大哥可否答应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敌人出手阴险毒辣，贤弟自己可要当心呢。一切听从大哥吩咐。走。哎，贤弟啊，我看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咱们返回无锡城再喝他一会儿，然后再去会山。哎，大哥。刚才小弟跟你赌酒，其实是骗你的。我只不过把酒用内力从手指头逼了出去。大哥是真的喝了40多碗，我只不过用酒冲冲肠胃而已。哎，我说贤弟，你这门功夫是不是叫做六脉神剑呢？啊，正是。小弟刚学会不久，还不太熟练呢。是吗？哎，我曾经听我师父提起过，大理段氏有一门奇功叫做六脉神剑，可以无形剑气伤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世上真有这种奇功啊！其实这门功夫，除了和大哥赌酒、作弊取巧之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哎，上次我被鸠摩智那个吐蕃和尚抓走，就还没有还手的余地呢。天下人对六脉神剑太夸大其词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看酒会伤身，今晚你就别再喝了。贤弟规劝的是，不过兄弟我自小爱喝酒，而且是越喝越有精神。今天大敌当前，我要痛痛快快地喝他一顿，然后跟他们好好的周旋一番。走。早知道江南包不同爱放狗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早听说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，刚才的狗屁却是又响又臭，是丐帮四老放的吧？知道丐帮四老来了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怎么，想打架吗？包散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打架。你最爱的是斗嘴，爱打架的是我。风四哥，你也来了。
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。四弟，四弟，你觉得如何？没什么。四弟，四弟。想车轮战吗？让我来会会姑苏英豪。四哥，陈长老，你还是先给风四爷解了毒吧。这人先向我们挑衅，而且武功不弱，救活了，后患不小。话虽不错，可是咱们还没有见到正主就伤他属下，总有些说不过去。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吧。马副帮主明明死在那谢慕容的手下，杀人就该成立。你先给他解了毒，以后的事慢慢再说。是。我家帮主仁义为先，这是解药。多谢陈长老，多谢乔帮主。请问长老，这解药该如何用法？吸尽伤口中的毒液之后，把解药敷上。毒液如果没有吸尽，解药敷上去有害无益。多谢。慢！怎么了？女子吸不得。女子怎么了？这蝎毒是阴寒之毒，女子姓阴，阴上加阴，毒性更增。三哥，你快别打了，快来救救四哥！我来替风四爷吸毒。大哥，让我来吧。服药吧，啊，快！四哥，多谢段公子。来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小小事情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，在我可是大事啊！还你解药。乔帮主仁义过人，不愧为武林中第一大帮的首领，风伯鄂十分佩服。过奖了。哎，今天我输了，风伯鄂甘拜下风。等哪天碰见了，咱们再打。今天不和你打了。自当奉陪。姓宋的，我来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。四哥，不要打了，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。有架不打呀，妄自为人。解打狗阵。
快住手！丐帮的打果阵，你们俩是破不了的。我再打一会儿，等真的不成了再住手好了。哎呀！是龙爪手抢出三式，豹三哥他左肘要创你胸口，右掌要斩你腰肋，左手便抓你的气户穴。这招叫沛然有雨。好一个沛然有雨！哎呀，王妹妹，你说的不早不迟有什么用啊？你早说片刻，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啊。他出手太快，我又得想，来不及说呀。咱们今天打输了，丢了咱们燕子屋的脸。二位，请自便吧。乔帮主啊，我武功是不如你啊，不过我刚才输的不太服气呀。我想再领教领教。好，风爷请赐教。你这是擒龙功吧？世上真的有这种神奇的武功？在下初学乍练，让风爷取笑了。乔帮主客气了，风伯鄂这一辈子都别想打过你了。再会了，走。三哥，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，那边人多，说不定有架打。我先去撩撩，你们慢慢再来啊！哎，告辞了。走吧，走了。技不如人呐，脸上无光，再练10年吧，又输个精光。哎，不打了。马夫帮主的大仇未报，帮主怎能随随便便就放走敌人？这次我们来到江南，主要是为了马夫帮主的大仇而来。可是这几日，我好好静心地想了想，杀害马夫帮主的未必就是慕容复。帮主有什么凭据吗？我只是猜测，并没有拿到什么凭据。不知帮主是怎么猜测的，属下都想知道。马夫帮主是死在自己的绝学锁喉擒拿手之下。当时我就想到了姑苏慕容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我想这世上，除了慕容复以外，再也没有人能使马夫帮主死在自己的功夫之下。不错。不过这几天，我好好想了想，里边另有隐情。帮主这么说，是有意开脱吧？传功执法2位长老呢？属下今天没有见到2位长老啊。张天祥，你们的舵主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杀了？
没有，白长老他好端端的，他没死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不是我干的。谁干的？四位长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本邦自我之下，大家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。我们在江湖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不光是靠了……啊，你现在知错了，还来得及。张全祥在，你带人去请执法、传功两位长老，按我的吩咐去做。可以减轻你的罪责。其他个人站在原地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乱动。懦夫，懦夫！群起一战，未必咱们就会输。可是你们，哼，谁都怕乔峰。众位弟兄，近些年来，本邦声誉日隆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乔帮主之功。乔帮主仁义待人，处事公允，大家拥护还来不及的。可是有人居然猪油蒙了心。全冠清，你知罪吗？全冠清全舵主，我乔峰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的事情？请你当面指正，不必害怕，不用顾忌。对不起众兄弟的事，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做，可不久就要做了。胡说八道！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你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就造谣惑众，背叛帮主。全冠清，你自行了断吧。白长老，不必心急，让全舵主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个明白。连宋长老、西长老全都反对我，哼，人无完人呢。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请众兄弟指出来。帮主，我想杀你，是我不对。待会儿我把自己这颗头割下来给你便是。既然帮主有令，全冠清，你说吧。马副帮主被人所害，我相信是出于乔峰之使。什么？你一直讨厌马副帮主，但总觉得有他在一天，你帮主的位子就坐不安。胡说八道！我虽然跟马副帮主私交不深，但是绝无加害之意。皇天厚土，人神共鉴。如果我乔峰有意加害马大元，我愿受千刀万剐，身人唾骂。咱们到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，为什么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与敌人勾结？这3个人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，你加以庇护；那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和他结为兄弟。非也，非也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慕容公子，这3位姑娘也不是慕容公子的眷属。非也，非也。包不同，
是慕容复手下金风庄庄主一阵风风波恶，是慕容复手下玄霜庄庄主。要不是你乔峰解围，他们早就被我们杀了。这些都是大伙亲眼看到的事实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不错，我是庇护了这3位姑娘，那是因为我顾及到丐帮数百年来的名声。我不愿天下英雄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，丐帮合力欺负3个弱女子。我丐帮自开帮数百年来，在江湖上备受人的尊崇。我们凭的不是人多势众、武功高强，而是由于我们行侠仗义、主持公道。丐帮和4大长老的名声，你不爱惜，众家兄弟可都爱惜得很呢。帮主，全冠清这种混账，不必跟他多费口舌，按帮规处死吧。全冠清能够挑唆这么多人谋反，我想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众位兄弟，我乔峰的所作所为，有哪一点做的不对呢？请大家明言。嗨，乔帮主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吴长风没本事分辨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吴长老，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件事对咱们丐帮的影响太大了。万一要是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我们本来想一刀把你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刚才救了慕容复手下的2个人，你们就认为我跟他勾结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们是谋反在先，我是救人在后。众家兄弟，我在来无锡的路上碰见了一位好汉。哎，你让开！你让开！你先让开！你先让开！你让开！你让开！好，咱们已经耗了1个时辰了，就是再耗2个时辰，我还是不让。你只要不嫌我担的这担饭臭啊，咱们就这么耗着。好，好，你肩上压着粪担，只要你不怕累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耗着。嘿嘿。你，哎！老兄，跟我比耐心，到底谁赢了？你是赢了，那你挑着这副粪担，我空站着，咱们看谁输谁赢。说的也是啊，拿来。哎呀，给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这么拖着，不换手，咱们在这儿耗着。谁要是输了，谁就把这担大粪全喝下去。过瘾，过瘾！这个人身上背泼大粪，要杀这个乡下人，举手之劳。可是他并不持计逞强。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，你们说，这个人算不算是一条好汉子？不错，是条好汉。可惜帮主
没问他姓名，否则也好让大伙知道，江南武林之中有这么一号人物。陈长老，这位朋友刚才和你交过手，手背上还被你的毒血所伤。是风波恶。不错，陈长老，咱们丐帮自居为天下第一大帮派，你又是帮中如此重要的人物，身份、名声跟那个江南武人风波恶不可同日而语。风波恶都可以在受辱之余不伤及无辜，我们丐帮的高手能被他比下去吗？帮主，教训的是我陈姑爷知错了。风波恶是非分明，包不同潇洒自如，而这3位姑娘又是温文善良。这些人不是慕容公子的下属，就是他的亲友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众家兄弟，咱们自己平心静气的好好想一想，跟慕容公子相处的都是这些人，他自己能是一个大奸大恶、卑鄙无耻之徒吗？帮主说的有理，帮主说的有理，帮主说的有理。帮主，依你之见，杀害马副帮主的肯定不是慕容复了。凶手究竟是谁？现在还没有眉目。但是如果我查出来是慕容复所为，我乔峰第一个把他抓回来，替马副帮主报仇雪恨。但是，只凭胡猜乱想，错杀了好人，而真正的凶手逍遥自在，暗笑我丐帮无能。那样的话，既对不起错杀的好人，也有损我丐帮的威名。以后众家兄弟走在江湖之上，恐怕也会抬不起头来吧。帮主，咱们所以叛你，都是误听人言。现在一想，我们实在是太糊涂了。白长老，你请法刀来，按照班规，我们自行了断便是。执法弟子，请本帮法刀。是。宋西、吴尘4位长老，误听人言，图谋叛乱，危害本帮大业，罪当一刀处死。大治分舵舵主全冠清，造谣惑众，鼓动内乱，罪当9刀处死。其余叛乱弟子各领罪责，日后详加查究，分别处罚。帮主，我吴长风对不起你，理当自我了断。只是我死后，希望你能够原谅了吴长风。执法弟子宋邦，且慢。帮主，是因为我罪孽太大，你不允许我自我了断。15年前，契丹人入侵我雁门关，宋长老得到消息以后，日夜兼程，不吃不喝，赶报军情。他累得身受内伤，口吐鲜血，最终大灭契丹狗贼。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。执法长老，宋长老功劳甚大，望你能体察，许他将功赎罪。帮主，待宋长老求情，所说本也有理，但本帮有帮规，叛帮大罪绝不可赦，纵有大功，亦不能赎。帮主，你的求情与帮规不合，咱们不能坏了规矩。
执法长老的话，半点也不错。他们既然身居长老之位，哪一个没有一些汗马功劳？倘若人人都追论旧功，那就什么罪行都可以犯了。帮主，请你准许我自行了断。罢了，我原起过杀害你的念头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你下手吧。帮主！乔帮主要别！白长老，帮规中应该有这么一条：本帮弟子犯规，不可轻恕。帮主倘若要愈加宽恕，须流其血，以洗他人之罪孽，是不是？帮规是有这么一条，但帮主，你自流鲜血洗他人之罪，需想想是否值得。只要不违背祖宗的遗法，那就好了。想当年，帮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设伏擒获，并威逼我丐帮向契丹狗贼投降。西长老便乔装汪帮主的模样，甘愿待死，使汪帮主得以脱险。他是有功于国家和本帮的，本人非免他的罪不可。帮主！帮主，我跟你没什么交情，平时得罪你的地方太多了，不敢要你流血赎命。陈长老，我乔峰是个粗鲁的汉子，我宁可去和低辈的1代、2代的弟子去喝烈酒、吃生肉，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。但如果你以为我想除掉你和马副帮主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，从不醉酒，那是你们的优点。我乔峰及不上你们。